問句。我有很多不同的鉛筆，長長的、短短的、粗粗的、細細的，它們能寫出漂亮的文字，又能畫出好看的圖畫。我有很多不同的橡皮，大大的、小小的、胖胖的、瘦瘦的，它們能擦掉寫錯的文字，又能擦掉畫錯的圖畫。我的文具盒裏還有直直的尺子，不同顏色的熒光筆，不能擦掉的圓珠筆，各式各樣的文具，可以寫出工整的功課，又可以整理重要的筆記。它們是我學習的好幫手。讀一讀：鉛筆、橡皮、尺子、圓珠筆、熒光筆、文具、功課、筆記、大、小、長、短、胖、瘦、